巴 H1C、H2C 遊歷派對，今日最後一日為大家營運。觀光城巴就開篷巴士車隊唔夠嘅原因向乘客致歉。一齊睇下本台記者第一次搭上前城巴91500嘅50，比喺之前嗰啲港鐵巴士有咩唔同？各位，歡迎收睇 Teachai TV 全國新聞報導，我係鐵仔，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首先關注下遊歷派對先。城巴遊歷派對 H1C 同埋 H2C 今日就係最後一日為大家服務，去到今日之後就會正式完結。我哋一齊睇下琴日影到嘅嘢。我哋喺琴日，即係8月10號，亦都係遊歷派對最後2日服務。我哋就喺尖沙咀半島酒店坐咗呢架遊歷派對去中環天星碼頭嘅 H2C。雖然當日影嘅時間就已經係晏晝嘅1點鐘，但係對於 H2C 嚟講係第一班由尖沙咀返去中環嘅其中一轉。但由於唔少巴士迷喺早幾日已經拍咗，所以呢好多巴士迷都已經唔再影㗎啦。而呢個特別班由7月12號去到8月11號期間，都有唔少巴士迷影同埋坐。雖然呢 H2 係唯一一班由尖沙咀返中環嘅班次，但係呢介紹嘅景點都唔算太多。反而最多景點介紹呢，就係由中環開去尖沙咀嘅 H1C。但係當日影完 H2C 之後，坐返 H1C 返尖沙咀，但係車廂竟然冇開燈，好似睇戲咁。可想而知，呢架開篷巴士入隧道嗰陣時，個燈光係幾昏暗。Teachai TV 記者鐵仔報導。當然，城巴喺觀光城巴 H1、H2 同 H2K 唔夠嘅數量嘅關係，城巴亦都對受影響嘅乘客致歉。雖然城巴係有大約7架呢款 FR500 MMC 嘅開篷巴士，但係呢班次亦都只能夠維持1小時一班。雖然城巴係接手咗前新巴嘅人力車觀光巴士，並擁有3架呢一款由新巴改裝返嚟嘅 FR500 3架50至52嘅鐵甲，但係為咗配合新品牌，3架鐵甲都攞咗去整同埋改裝。城巴就將呢3架人力車鐵甲移走人力車招牌帳篷，換 MMC 嘅車嘴，之後再更換埋短側變長側嘅側牌。至於細節位就係換走埋啲凳，之後可能會同 MMC 統一用全黃色嘅塗裝。而城巴就話，因應觀光城巴嘅車隊唔夠，希望咁多嘅遊客可以體諒。又表示，如果遊客買咗全日票或者夜遊票，但搭唔到開篷車嘅話，會盡量酌情處理。Teachai TV 記者鐵仔報導。其他消息，喺城巴手上靠約嘅91500，俾港鐵巴士更改為編號50，已經喺8月2號開始投入服務。我哋本台記者係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嚟試搭呢架港鐵巴士殼同埋城巴餡嘅港鐵巴士。新舊車廂睇落去都冇乜大分別，座位同埋扶手嘅擺位亦都一樣。但係呢架港鐵巴士就增設咗充電設施，俾乘客喺旅程都可以充一充電。而呢架車除咗顏色之外，亦都冇任何一啲細節位可以改到。比起之前由港鐵巴士
亦都係購入嘅港鐵柴油巴士，亦都一樣。但係車上部分電子嘢，亦都係由港鐵新增。但係部分熒幕港鐵巴士同港鐵之前購入嘅巴士亦都一樣唔多用。港鐵巴士就向城巴購入9158，並更改編號為50，喺舊年已經運抵屯門車廠，並且1月開始進行驗車，去到5月出牌，8月投入服務。更加有消息指喺上星期分別行走 K76、K65A 同埋 K54。港鐵巴士就話新購入嘅50係為咗取代較早前係燒窿咗嗰架543擴充車隊。雖然話就話係城巴購入嘅二手車，但係亦都通過咗運輸署較早前嘅驗車測試，先至會投入服務。希望到時都可以大家試下港鐵巴士殼同埋城巴餡嘅50啦。Teachai TV 記者鐵仔報導。哆啦 A 夢主題列車喺5月開始展開，即將會喺8月正式完成佢嘅行駛任務同埋展出。為配合100% 哆啦 A 夢 and Friends 嘅巡迴展覽，今次第一站就嚟到香港，所以輕鐵、東鐵、機場快線已經加入咗哆啦 A 夢主題列車嘅元素。不過令人關注都係輕鐵，因為輕鐵全車都有，但係東鐵同埋機場快線淨係得車廂有，車身冇。只不過港鐵喺最近喺1159嘅車廂加入咗哆啦 A 夢1:1嘅雕塑，而港鐵網站都已經 upload 咗最後一期輕鐵1159同1160嘅出車時間。歡迎大家去港鐵網站嗰度查閱。Teachai TV 記者鐵仔報導。跟住落嚟就係天文台製作嘅氣象冷知識，之後仲有巴田圍快遞。今日係我第一次踏出村莊冒險，希望又會咁黑仔，不過只係最常見嘅蚊，我唔怕。試下大範圍嘅黃雨攻擊，再嚟紅雨、黑雨。咩話？雨滴冇擊碎蚊，而只係出現咗輕微嘅變形。既然幾乎每滴雨滴都帶過佢，加上咁密集，點可能冇穿冇爛？雨滴嘅質量大概係蚊嘅2至50倍，以50倍換算一下，就好似小型車同埋我。再加上你嘅飛行速度遠低於雨滴嘅下落速度，唔應該可以走得甩。我唔明啊！你識乜嘢啊？體重輕先至係我最大嘅優勢。雖然我要承受嘅重力猶如自身重量嘅50至150倍，產生嘅衝擊力對我睇落足以致命，但係強健嘅外骨骼令我可以支撐大負荷，化解雨水嘅衝擊力。因此雨水滴喺我身上嘅時候，只會感覺到相當一片羽毛嘅力度。而且根據雨滴唔同嘅撞擊點，我都有唔同嘅應對手段。如果打中腿或者翅膀，我會向被擊中嘅一側傾斜，並側身翻滾，令雨水滑落，喺1/1秒就可以恢復平衡。如果打中身體，我會以同雨滴下落嘅相同速度，先被向下推落5至20個身體長度，之後就可以橫向分離雨滴，恢復平衡啦。但唔理係邊種情況，身上嘅疏水性絨毛都可以令我唔會同雨滴融為一體，從而快速喺雨滴中分離出嚟，繼續戰鬥。可惡啊！你仲忽略咗一點，就係距離。我始終離地面一段距離，唔係因為有型，而係呢個先至係我保命嘅手段。我明白啦。如果你飛得太低，就可能冇足夠嘅距離脫離雨滴，而要承受嚟自地面嘅2次碰撞而死，或者被打入水坑，被大量水沾連而浸死。
你明白咗又如何？其實雨水有咩好怕喎？多得你嘅雨水攻擊，令周圍嘅相對濕度上升咗，悶熱潮濕嘅環境最適合我哋生存。係時候啦，分身攻擊！冇辦法啦，身上面得返呢一個道具，本來係諗住喺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下防中暑用嘅。喂，避唔到！勝利啦，繼續前進啦！喺之前嘅6月8號，咁啱就係港鐵巴士 Z01嘅電動巴士首航嘅日子。當日係行走 K54往返兆康站北去嗰個和田村。雖然班次就係寫12點先開，但係有唔少巴士迷半夜已經嚟到。但係呢，當日亦都有唔少巴士迷呢企晒出馬路，搞到影唔到個靚位，令到其他巴士迷好唔 like 啊！結果搞到要港鐵職員要疏散啲人群，企返入行人路，先至唔好阻住個位啊嘛。返嚟天水圍，輕鐵哆啦 A 夢主題車喺7月31號做咗個展覽活動。今站就嚟到天日站嘅3去台，之前都有行過751幾轉嘅。其實詳細節嘅位置呢都唔再講啦，最主要講呢就係159嘅哆啦 A 夢 display。不過落畫之前呢，都只能夠用單卡行嘅啫。但係呢啲唔係重點，係擺晒列車模型 display 嘅鐵路迷。不過你哋擺還擺，小心整爛啊！Teachai TV 綜合報導。各位，呢節新聞報導完啦。更多鐵仔頻道最新資訊，請登入鐵仔 Discord 伺服器瀏覽。再會。